现场有没有人要跟他表白呀？行，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咱们的拉姆为大家带来一首优美的歌曲，掌声。我给你回的原本去看一下。来，歌手呢？哎，人呢？我把话筒交给你，你可以拿一下吗？来，你们俩一起吗？跳舞是吧？好嘞，行，掌声有请。挑第一个，已经是第一个，不是吗？好，好，来吧，微笑，不要怕，都是家人们。感谢两位的精彩演绎。好，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咱们的舞嫂为大家带来一段《故乡情》。好，好。
按顺序的话，老六过的是不是老五过的是不是老六啊？对，你们没有猜错，来吧，老六上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。卓玛，生日快乐！然后我是八堂女士李康，然后你特别喜欢八堂弦子，我今天给你带一首八堂弦，就是带一曲八堂弦子《阿克响巴》，这是一个八堂经典的。有请。时间有请初级和翁某带来一段舞蹈，掌声有请。搭档呢？你的搭档呢？好，来吧，都站好吧。来，先面对面笑一下吧。好，不用拥抱是吧？好，那我放了啊。好，来吧。Let's go！
谢两位精彩的演绎，感谢你们，辛苦了。来吧，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大徒弟拉措和曲卓尔演绎一曲《龙巴琼琼》。来吧，掌声有请。寿星到了，家人们，来吧。豆豆。接下来呢，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。我们的才艺，最后一个节目有寿星来，然后在此呢，感谢所有的家人们，所有咱们线上线下，感谢所有家人们的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，感谢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。最后，让我们的寿星上台。他是唱也好，跳也好，必须有个节目。然后我们的才艺环节就到此结束了。感谢线上线下所有的家人们，感恩一路有你们，谢谢。
陪一下挨点嘛，寿星这边有点麻烦，其实。隔上我。这可以了。怎么还有？然后就是，所有的家人们，寿星说他有话要对大家说，说完一段感恩的话以后，就有一段精彩绝伦的才艺表演，我们的才艺环节就到此结束了，珍惜时间，谢谢，来吧，有请我们的寿星礼堂卓玛闪亮登场。首先非常感谢能够参加我生日宴，非常的感动。然后这个是，这个呢是我第一次过一个那么隆重的生日啊，所以。